喂，阿 Miu，去雲海。我哋承翻上一次咧，上一個禮拜啦嚇，係呢個所謂嘅啟示錄競猜遊戲嘅下集。係啦，嚇冇獎品嘅。冇獎品嘅，OK。獎品就係大家攞本啟示錄去估下每日幾時到。嚇，或者又睇下佢哋有咩新嘅見解。係啦，咁嗱，上個禮拜咧我就講翻一啲而家嘅好多嘅宗教人士分析啦，同埋呢個神學家嘅演繹，就係會唔會今年就係已經去到啟示錄當中講嗰個所謂海上嚟嗰隻獸，原來就係代表歐盟咧。但係你上次都有講，陸上嗰隻獸都揾到吻合嘅地方，不過係啦，即係會唔會其實陸上嘅獸同海上嘅獸都係講緊歐盟當中嘅牽連嘅宗教或者係政治體系咧？咦嗱，如果我哋估嘅係正確，或者我哋各認同佢呢一個睇法嘅話，咁即係話佢好主力嘅集中點都擺咗喺歐盟嗰度喎。都唔係，所以咧，我哋今集咧就會講下咧。其他有啲嘅預言嘅，即係唔係預言嚟嘅，其實都係使徒約翰，佢喺2000年前拔摩島見到一紮嘅 vision，一紮嘅，因為佢中文譯做異象咯，我就唔中意呢個字啦，始終都嚇，我就話不如見到一隻所謂一個vision 叫做一個預見啦，預感啦，預見嘅影像咯，係啦，預見嘅影像啦。因為你叫佢異象又好難解釋，異象有啲好似係好 negative、好負面嘅感覺咯，咁所以就係佢睇到呢個過程裏邊究竟嗰啲係代表啲乜嘢咧？咁嗱，上集咧我係針對咗歐盟，同埋針對咗嗰兩隻獸，OK。咁今集我哋會針對下其他嘢嘅。不過咁，我首先咧有兩樣嘢想講嘅。第一樣嘢就係話咧，我手上邊呢本新譯和合聖經咧，其實對我嚟講咧，近呢幾年可能睇唔到啊，你要擺翻過少少。係，我意思係咩？其實唔係你去到而家好多聖經書局咧，或者去啲基督教書局都揾到噶啦。因為呢本書我喺幾年前買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好興奮嘅。因為點解咧？你知道我而家嘅中文嘅譯本都有好多個版本啦。係啊，係啊。咁啊，大部分人就係用，應該咁講，大部分嘅基督徒咧都係用和合本嘅。咁和合本嘅歷史都好多年㗎啦，幾十年㗎啦 ，OK。咁所以佢有啲中文嘅翻譯咧，你係覺得有啲問題嘅 ，OK。即係亦都唔可以怪當年做翻譯嗰班人嘅，因為佢哋嗰陣時嗰個中文概念，佢演繹翻一啲舊約嘅希伯來文或者係希臘文。佢係咪直接由希伯來文到譯？舊約就係啦，新約就佢係希臘文譯翻嚟啦。咁當中佢一啲譯嘅所謂嘅概念可能有差異嘅，尤其是你知道每一個民族之間都有民族差異啦。係啊。For 一個 example， 當你去翻譯希臘文嘅愛呢個字，愛喺希臘文裏邊都有幾十個版本，即係例如佢形容愛父母係一個字，愛兄弟係一個字，愛姊妹係一個字，愛老婆係另一個字，即係佢因為希臘人係好崇尚愛嘅，所以佢會俾好多嘅唔同嘅層次嚟形容愛呢樣嘢。係啦，冇錯。幾好喎！咁所以你中文譯唔到㗎，中文你愛係得一個字嘅啫。係啊。所以如果你睇翻咧新約裏邊咧，曾經耶穌問咗啲門徒嘛：你愛唔愛我？耶穌話愛。第二即係耶穌再問你究竟愛唔愛我？愛。你睇你耶穌究竟問我愛唔愛我？其實嗰個愛咧喺希臘文裏邊係有唔同嘅 term 嚟嘅。佢用咗幾多種愛嘅形容嚟問啊？3種起碼，但係喺中文版係只係都係用一個愛字。咦？佢講多少少係用邊3種嘅愛字嚟問啊？你可以咁講啦，佢當然係講緊一啲兄弟情啦，上帝與人類之間嘅情啦，等等嘅形容啦。但係個問題就係你中文譯唔到啊，即係話你唔通喺個聖經話耶穌話你愛唔愛我？括住兄弟之情，仲要係點解係希臘邊種嘅兄弟之情咧？其實係做唔到。包括如果你而家訪問啲阿拉斯加嘅愛斯基摩人，佢哋睇雪嗰種顏色都有幾十種。我哋就只係睇到白色。冇錯啦，我哋可以就話白色。白色。可能佢同你講嗰種就係咩色，就係點樣喺白色之中抽嗰種其中一種色去講，因為係當地嘅文化啊嘛。咁但係所以聖經都出現咗個問題嘅。咁但係而家有新譯本出嚟啦，咁啊正啲嘅，一陣間再講，飲杯茶先。嗱，頭先你講到 point 好得意喎，呢個新譯本咧，你話你比較中意嘅嚇，其實佢得意嘅地方，佢特別令到你欣賞嘅地方喺邊咧？首先第一新譯本咧就係幾年前先至，即係大概2002年、2003年。其實我已經睇到點解佢中意，等佢講埋先。咁就有啲嘅所謂嘅重新用現代人嘅角度去睇翻以前嘅翻譯本，有冇一啲其實係一啲語言上嘅錯誤，或者係誤解，或者係時代嘅脫節啦，你明唔明啊？咁都會改。咁
而呢本咧，我當時買翻嚟最正嘅就係佢一邊咧就用新譯本就擺喺隔離，係一邊就用翻和合本，我都覺得好正，就拼埋佢。咁即刻就可以睇到咧，大家嘅分別喺邊度。冇錯啦，係啊，咁啦，我就係講啟示錄先啦。因為嗰日咧，我喺度圈緊咧，究竟啟示錄當中有冇啲地方係呢兩個譯本當中都有啲所謂嘅差異咧？咁樣。咁咧，其中一段咧就係第13章嘅啟示錄第13章。咁咧，佢就講到嗰個海上嘅獸同埋陸地嘅獸，中間有一段嘅。我哋上一集講到係啦嚇，就中間有一段所謂好似詩咁嘅狀態嘅嘢嘅。OK， 係啊。邊個念詩啊喺度？你就當係阿 John 喺度念詩啦嚇。咁有彈性。嗱，如果咧佢喺和合本嘅譯法咧就係點咧？佢話咁嘅，佢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呢個就和合本咯。和合本即係話咩咧？如果你去捉人哋、拐帶人哋，你都會俾人拐帶。如果你殺人，你自己都俾人殺。即係等於其實我哋咧就我覺得佢係類似因果循環，似佛教。但係佢又有啲唔同，因為我哋唔會話哇，你揾刀殺人，你一定會俾刀殺，我哋就唔會咁講。但係嗰個感覺好似，個感覺就似啦嚇。但係新譯本咧，咦，又係另一個版本嚟嘅喎。OK， 佢咁講嘅嚇。係。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啱嘅一樣嘅呢兩個。如果人應該被俘虜，就必被俘虜。咦，話咁又唔同咯喎。個意思唔同㗎嚇。直情唔同啦。即係第二句就話，如果人應該被刀殺，就必被刀殺。嗱，兩樣嘢啦。頭先第一次咧和合本咧就係類似因果循環。冇錯。第二個咧就類似命運注定啦。冇錯，咁變咗咧一者咧就有一前一後呼應嘅，後者咧就變咗係單方面齋接受嗰種喎。係啦。所以咧聖經點解而家咁多即係我哋現代人啦，OK，用現代人嘅角度就係話點解唔可以咁執着每一個翻譯所有嘅 detail 都一定係啱咧？就因為當中有好多翻譯上嘅誤解嘅。翻譯上嘅誤解可以引起好大嘅震撼嘅。梗係啦，一隻兩隻字用錯一粒中文字已經好大件事㗎啦。絕對係。所以你諗下，單我睇緊呢個新譯本同和合本裏邊啟示錄嘅第13章，都已經有咁大嘅差異。而且概念上好唔同咯，因為成個概念係要知精髓嚟㗎嘛。係啊。所以咧，當中如果你慢慢要攆嗰個所謂嘅啟示錄嘅競猜遊戲當中，咁你究竟睇邊一個版本嚟到去計嗰個所謂流程啦，咁當然而家係冇一個定案嘅，甚至你如果睇英文版，可能都有少少唔同㗎。最簡單，如果你睇翻英文版嘅箴言，同中文版嘅箴言，哇，個內容簡直係真係相差得相當之大。但係咧，如果你講咧，一個係直接由希伯來文譯過嚟，一個咧就由英文譯過嚟，已經唔同咯。其實聖經嘅版本絕大部分都係照翻原文譯過嚟嘅。嚇！但係即係直接言語上面嘅對應。即係例如中文版嘅舊約咧，都係揾翻舊約嘅希伯來文去譯翻嚟嘅，所以比較正宗啲嘅。咁譯完之後，佢唔係應該有人咧approve 咗佢先至出得街嘅咩？你諗下呢個世界有好多嘅所謂 approve 咧，都係有中間有謬誤、有錯誤噶嘛，有錯手噶嘛，有睇錯嘢噶嘛，所以嗱呢啲嘢咧就嚟留翻俾大家去論翻啦，OK。但係呢本書係值得推薦嘅，一路望其實我覺得好吸引。同埋我想講就係咧，喺我人生中呢，始終一樣嘢就係人生必睇嘅一本書咧，就必定包括10大裏邊一定有聖經噶啦。你人生成世人點都要睇過一次，由創世記睇到啟示錄睇晒佢。嗱，即係如果咧你想長命啲咧，你就 keep 住本聖經喺身邊，一直唔好睇，睇晒先至 L。下翻再講。嗱，雲海我哋撐到好遠啦，我哋要快啲入題咯噃。我都未入題，我繼續要講少少嘢先。好啊。就係因為嗰個翻譯本而家新譯本同埋和合本嘅唔同咧，就令到一定要偏 point 一段出嚟啦，係令我好高興嘅一段嚟嘅。點解咧？嗱，如果大家咧有啟示錄嘅新譯本嚇。咁你要睇下第4節，第4章。相差到咁遠，咁樣開始就係啦，第4章。因為如果第4章咧，就話佢就係，我就上個禮拜講過嗰陣。約翰咧就聲稱就去咗一個環境之後咧，就被一個空間掩蓋住佢，睇到啲好多幻象出嚟啦或者叫 vision 啦OK。咁當時咧，如果喺和合本即係舊嘅譯本裏邊咧，當時咧約翰就係咁樣嘅。佢點形容當時佢個狀態咧？就話
佢話咧就聽到把聲音就對佢講，佢話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即係話以後有啲咩出現嘅嘢，我話俾你聽噶啦。咁第二句就係話啦，約翰自己講嘅就係話，我立刻被聖靈感動，即係佢 feel 到個聖靈感動佢。OK，見到一個寶座就安置喺天上邊，又有一個坐在寶座上嘅。就突然間感動咗，又見到天上面有個寶座，寶座上面坐咗個人咁樣，就係舊嘅譯本啊。你如果舊嘅譯本睇落咧，就幾飄渺嘅，幾虛無嘅，即係你唔係好知道佢究竟係諗緊乜嘢嘅。新譯本咧就比較實實在在啲，而呢個實實在在個版本咧，我好中意。點解咧？佢咁樣講嘅，佢係聽到一把聲音同佢講咯，佢話：你上這裏來，我要把以後必定發生的事指示你，同之前差唔多啦嚇。之後佢就話啦。約翰就形容自己嘅心，即係形容自己嘅處境啊！佢話立刻呢句冇㗎嚇，和合本唔係咁寫㗎，新譯本就係咁講啦。佢立刻我的靈我在靈裏，即係話佢立刻我就去咗個靈裏邊，就同之前嗰個版本就係我受聖靈感動係唔同㗎嚇。呢叫做立刻我在靈裏邊咧，即係我飛咗去靈體嗰邊啊 ，OK？ 或者係講緊佢喺心態裏邊，或者佢腦幻象裏邊可能啦，但係我又覺得好似飛咗第二度咧。佢立刻我在靈裏，就看見一個寶座設立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寶座上。我就似覺得佢似咩咧？就突然間入咗神，立咗係咩？唔係即係俾人落急咗。坐在天上。嗱，上一集咧，你話撳住唔俾我講啊！你講。好想講咧，佢嘅情況似乜嘢咧？只係咧一個人仔俾個嗱，唔好意思啊，我真係純粹係 stand up 㗎，你聽唔入耳就當我發瘋啦。只係個人仔咧，俾個外星人火咁升咗吸咗去個外太空嘅船裏邊，跟住外太空船裏邊咧，裏邊有一啲嘅人同佢即係人形嘅物體同佢接觸，但係咧就俾一啲幻象睇，因為嗰陣時我相信係要俾一啲現象去睇，或者佢真係 control 緊地球一啲嘢嘅，可能 3D 投射啦。係啦，咁其實係好容易嘅啫，咁我哋而家都已經有做到啦，投射嘅電視機啦，係咪？咁俾啲嘢佢睇，我諗佢見到嘅嘢，好似N 年前嘅人睇緊魔戒咁咧，唔明嘅就用自己嘅文字形容咗出嚟，跟住就放翻佢落嚟個地球度。我係咪好過分啊？唔係，我哋講嗰啲嘢不嬲都唔過分㗎。即係如果係咁，我就覺得咦好合理喎。好合理。而家已經進展到檢查你嘅身體啊，甚至其他嘢。我諗好耐之前仲未去到呢個 point，係只係會放一啲嘢或者指引你點樣行咯。如果套你以前講個 set 咧，仲準。嗱，我咧就引用你頭先個概念。就再 study 到去。我要講啊，阿雲海話咧，佢話以前地球人咧，可能有培育場嚟嘅啫。所以咧，如果培育場係啱嘅話，頭先嗰扎嘢全部都係好啱。我引用頭先你嗰個角度咧，講緊嗱，如果我哋演繹究竟發生乜事咧，咁樣係去到第 Chapter 5，即係啟示錄。先要講英文㗎，第5章咯。啟示錄嘅第5章。好。咁當時我就睇，我一定要睇翻嗰兩個版本有冇出入，因為點解咧？呢兩段咧，就係當中好多 New Age 嘅人士咧，就去演繹究竟聖經裏邊有冇形容其他人類以外嘅物種咧？就係呢一段，我哋飲啖茶先。好啊。咧，我就咧頭先講啦，當我攞住本對譯版啦，咁我就一定要追翻第五章。係。咁咧睇一睇啦，哦，原來呢兩章啦，即係兩個版本咧，都係一樣嘅翻譯。係，即係話舊嘅翻譯同新嘅翻譯咧係冇改到㗎。咁第5章嘅第13節裏邊講咩咧嚇？係咪開始形容啦？係啦，因為佢話點解咧？佢一路講緊好多佢喺天上邊見到啲活物啊、啲天使啊、啲神靈啊同佢講嘢嘅時候咧，佢又見到即係我好簡單咁講，因為你要 detail 講咧，有排講，有排講啦。佢就話啦，觀看同埋聽到千千萬萬嘅天使嘅聲音。就喺啲寶座上邊咧，同埋幾個活物啊、長老啊、四周咧，大大聲喺度講一啲説話、讚頌説話啦嚇。OK，之後突然間佢就形容喺第5章嘅13節講啦，佢話：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海裏的一切受造物，以及天地間的萬有，都喺度講。願讚頌尊榮榮耀能力都歸給坐喺寶座上嘅一位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咁
唔係你聽完你係咪覺得好奇怪？我覺得佢聽緊新力星啫嘛。唔係啊，即係話咧，其實好多嘅 New Age 嘅人咧，其實中意捉呢段嘢去講咩？就話點解啟示錄約翰會形容就係話有一撮嘅生物體，第一 part 佢係喺天上邊嘅，咁有啲人就話咁可能係靈界啫，第二 part 喺地上嘅，咁人類啦咁啲人就話咁地底下係咩啊？使乜咁複雜啫？嗱，如果佢聽緊嗰個係新力星，而佢地板又裝咗啲咧叫波，即係嗰啲叫唔知咩 sonic 嘅嘢咧，係你一路聽嘅時候，佢講係咁震係咁震嘅，咁咪解釋晒成件事咯。你咁諗啊，梗係得啦。但係而家當然 New Age 派啲人士唔係啦嘛。佢嘅意思就話可能會唔會呢度就演繹嘅話，原來咧呢個世界咧有一班天上住嘅人嘅，即係物種啦或者地上嘅就係我哋人類啦。地底下嗰班唔知咩人啦唔通傳説嘅地底人真係有嘅咧？同埋海裏邊嗰陣係咩人咧？嗱，如果佢嗰個套用我嗰個，如果佢嗰個船咧係喺半空中就解釋到咯。即係你意思佢俾人捉咗上去，係，之後咧佢聽到上面有嘢聲，正常啊。下邊有聲，地底下點解有聲咧？佢其實應該聽唔到地底下咯。所以佢形容地底下喎。咁可能係佢企住嗰個位嘅下邊咯。唔知，所以點解我要咁有興趣要睇呢段嘅？因為當時和合本譯呢段嘅時候咧，我都懷疑佢有冇譯錯嘅。直字係啦，我心諗咩地底下？即唔通我哋真係地球入邊有地底下嘅？即係唔通地球真係空心有人住嘅？我非傳説好多嘢係講咗好耐，好多年㗎啦，係啦。甚至後來好多 New Age 派嘅人士話，其實 UFO 外星人根本就唔係外星人添，可能喺地底裏邊飛出嚟。係啦，咁我就諗唔通地底下？咁我一路都諗緊係咪譯錯咧？咁大家新譯本都係地底下喎，都係海裏喎，都係識講嘢同埋讚賞嘅喎。咁呢啲咩嚟嘅咧？冇得解嚇，冇得解。你有你嘅演繹，我嘅演繹，我繼續我嘅。係，我繼續我嘅無厘頭，好似唔係好啱咁樣講。不過我係幾無厘頭今次。咁所以咧，你諗下一路去演繹嘅時候，即係去演繹嘅啟示錄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嗰個 point 嘅。由上集到今集都係噶啦。每一個研究神學同埋聖經人咧，其實對於啟示錄嗰個版本咧，佢有好多好多個嘅講法嘅。咁爭在就係你點樣去衡量你個立場嘅啫。係啊，但係其實咧一路聽佢咁樣嘅形容，因為佢又形容唔到，我哋又睇唔到佢講啲乜嘢，你好難唔令人聯想到究竟佢係咪遇到外星人㗎喎？係啊，同埋咧，我希望如果真係傳説中嘅約翰未死咧，你不如同我哋噏下你當日見到啲乜啦？冇可能啦，除非佢入咗時間隧道，一直 keep 咗喺嗰度，跟住到咁上下 judgment 都要走翻出嚟，咁佢就可以未死。唔係，因為傳説中佢有咁嘅能力啊嘛，傳説嚟㗎嚇，下一 part 再講。嗱，頭先你又講到咧，有機會咧，約翰咧有可能啊，有咁嘅能力咧，穿梭時空。我冇咁講，我冇咁講，我冇咁講。OK，我覺得佢可能喺我眼中係可能真係不死嘅啫。又喺度打官腔，好繼續。你又真係知我打官腔。我發覺好多網友係唔知我打緊官腔。繼續。OK 啦。咁咧，我就想講咧，就話，因為咧喺啟示錄又好，耶穌嘅預言又好，有好多以前舊約嘅以西結書啊、以賽亞書等等嘅預言裏邊咧，都講到一種環境嘅變異嘅。咁環境嘅變異裏邊咧，啟示錄咧，你頭先上集如果有睇嘅話咧，佢一路咧有個天使喺度解封啲封印啦。OK，其實咧解封到去第呢個6個封印嘅時候咧，佢就講到阿約翰睇到啲咩嘅。OK，佢睇到啲咩嘢咧？就話第一，佢見到大地震發生。嗱，咁大地震其實經常都發生噶啦嚇。第二佢話見到太陽開始變黑，有排啦。佢話像粗糙的黑毛布。嗱，應該咁講嚇，有好多人演繹太陽變黑係咩咧？就係太陽黑子爆發。即係例如你知太陽黑子嘅啦，即係佢喺上面有啲所謂嘅斑耀啊，咁就會發射一啲所謂嘅能量射出嚟，亦都。即係其實佢一粒嘅黑子嗰個大細可能係地球幾百倍。其實我哋係肉眼睇唔到嘅。冇錯。咁但係如果佢形容到咧，用肉眼係睇到太陽變黑咧，咁啊個情況又真係有。如果佢係睇電視咧？如果你睇電視都冇可能見到，除非係月食。唔係，除非係日食，你見到個太陽變黑，咪佢俾人遮，俾個影子遮住咗咁咪成個變咗黑色。亦都有另一個講法嘅，就係當地球所有嘅工業廢料排放嘅時候，佢望上天，
咁啲排放物咪遮咗個太陽咯，即係當然有咁嘅講法啦。係啱嘅，但係咁啊變咗成個天空都黑，就唔係淨係個太陽變黑咯。咁呢度就形容太陽變黑啦。係之後咧，佢就講喎，整個月亮就開始變紅喎。呢個有機會㗎，經常性啦。好似血一樣咁紅。仲唔係啊？食月食得繼續。之後咧，佢哋話天上嘅星辰咧就墜落在地上。隕石啦，呢啲可能係隕石啦，但我時覺得呢個係咩咧？係嗰啲打仗時候嘅隕石，嗰啲唔係嗰啲隕石啊，嗰啲叫做導彈啊、飛彈啊嗰啲嗰種場面嚟嘅。咁咧佢話像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還沒有成熟的果子，即係似嗰啲飛彈咧，跌落嚟啦。有啲爆唔到，係啦。仲要用無花果嚟形容喎，無花果你知係咁嘅一嚿嘢啦，似炮彈㗎嚇。仲要炮彈裏邊好多細炮彈啦，可能。咁咧之後咧佢話天隱退了，即係天都冇咗啦，即係好似俾人遮去咗啦。咁就有啲似你頭先講 case 啊。係啦，像書被捲起一樣。咦？即係會唔會係啲雲喺度捲下咧？即係山嶺及和呢個海島都從遠處而去，即係可能地震啦等等嘅嘢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講緊。呢個唔似打仗喎，呢個似天象喎。嗱，佢呢個形容咧，有啲人就演繹為而家好多嘅溫室效應所做出嚟嘅空氣污染等等嘅嘢嘅。OK，但係呢度我想岔開少少嚟講嘅，點解咧？我記得我細個嗰時讀耶穌講嗰個預言嘅時候咧，耶穌版本唔係啟示錄個版本嚇。耶穌度講到嘅就講到末日嘅時期咧，佢係用挪亞方舟啲人逃走嘅時去形容末日嗰個時期嘅。當耶穌講，就係話冇人知道幾時嚟，主要嚟嗰下咧就好似挪亞方舟嗰陣時咁樣，啲洪水就嚟到啦。咁所以嗰陣時咧有好多嘅80年代嚇，而家就可能少啲。80年代啲人就開始講就係話，有啲尤其是宗教人士啦，佢話所以如果要 prove 到挪亞方舟嘅存在咧，就等於 prove 到耶穌呢個預言嘅真確性啦。佢哋係咁樣聯繫咗嘅。你聽住先啦。咁當然我開頭都諗緊係咪兩者有關係咧？未必嘅，因為耶穌嗰個預言嚟噶嘛。直到呢10年8年咧，我就明啦。飲啖茶先。好。你咧呢一集咧，簡直係同我重新上一次聖經堂。我即係本來咧有好多疑問咧，以前細個唔夠膽問啦。你知細個只係聽先生講，有好多嘢唔敢問。而家都係一次過問晒啦。爆發出嚟。係啊，所以有啲位咧係直情係好大膽嘅假設，好大膽嘅問咯。如果以前俾先生鬧咗啦。嗱，好似講嘅耶穌講嗰個預言咁。咁點解即係早期嘅神學者或者聖經人士，佢會覺得耶穌講挪亞方舟嗰個比喻？就同末日有關，於是乎啲人就覺得，如果挪亞方舟係存在嘅話咧，就等同耶穌嗰個預言係真實啦咁樣。咁點解會有關聯呢？嗱係啦，咁我開頭都覺得呢個可能只不過係一個係你假想嘅主觀嘅聯繫啫。係啦。咁後來我就諗喎，呢10年先諗到嘅嘢嚟嘅啫。就因為呢10年都諗到好多嘢。諗好多嘢，諗到傻咗。咁你諗下呢10年就係點咧？就係因為溫室效應而家越嚟越嚴重啦，已經去到一個上次我嗰次節目都講咗啦，即係已經去到翻唔到轉頭嘅地步啦。咁你知道咧，傳說中嘅挪亞方舟咧，就係插咗落去而家嘅阿拉涅山啦，即係土耳其同埋亞美尼亞嘅邊境啦嚇。咁嗰陣時我咪話俾你聽，我去咗亞美尼亞嗰邊望住阿拉涅山噶嘛。OK。咁個問題就係咁嘅，以前嘅阿拉涅山咧係終年積雪嘅。所以咧。所有人想揾出個答案就係挪亞方舟係咪真係插咗喺個山上邊咧？係冇人會揾到答案嘅。係啊，呢幾年咧就因為溫室效應咧，每年嘅夏天咧，阿拉涅山嘅雪咧係都融到差唔多見頂嘅。即係話，如果將末日個先兆同溫室效應去做一個對比咧，即係話你諗下呢一座山唔知幾多千年都冇融過雪噶啦。正因為我哋人類破壞地球。開始可能有跡象喺阿拉涅山會揾到挪亞方舟嘅跡象。咁即係咩啊？即係耶穌其實嗰個預言其實係有一個好深層次嘅演繹喎。即係話如果個地球都唔係俾你自己玩完嘅話，其實挪亞方舟你 prove 唔到嘅。啱啊，但係問題係頭先又引申咗另外一個 point 啦。如果佢而家開始用雪啦，或者有朝一日真係用得好，其實差唔多用晒㗎啦。係啦，七七八八或者近乎所有啦。咁其實我哋已經可以證實到究竟挪亞方舟有冇匿喺嗰度，因為之前啲雪遮住咗，好多人有揣測啊嘛。
睇到一橛就當係成隻㗎啦嘛。係啊。咁而家有冇人可以揾到？其實如果真係有心去做一個科學嘅探證咧，一定揾到嘅。其實啦，如果衛星啊肯拍一啲圖咧，根本已經睇到啦。咁有個傳說咪就係話咯，幾年前已經美國用人造衛星已經拍咗啊嘛，亦都係 prove 到有嚿木長方形插到喺個阿拉涅山嘅頂啊嘛。咁但係有個傳聞啊，呢個你當 legend 啦嚇，就係話嗰個相片咧係美國政府唔肯公開。點解啊？就係驚就係驚配合預言，揾到嗰個諾亞方舟，就等同認同咗耶穌嗰個預言。咁之後我哋進入末日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去嗰個菇乜嗰度去揾啊？咦，咁呢啲要大家幫手啦。佢嗰度好多都睇到噶嘛，不過有啲係 high 咗㗎。係啊，同埋咧，你又知道一樣嘢咧，你知嗰個菇乜啦嚇？菇媽。咁啊，菇媽嗰個搜尋器咧，菇媽搜尋器咧，咁佢有啲相片咧，你知道其實佢係一定點，即佢唔係即時噶嘛，同埋你喺唔同嘅時期影噶嘛，所以佢影嗰刻係咪而家嗰啲相，同埋係咪融雪嗰啲相又唔同噶嘛？咁你放心啦，嗰隻諾亞方舟係唔會周圍插噶嘛，插咗嗰度就唔喐噶啦嘛，或者有機會揾到咧，或者有機會咧，大家去菇乜度揾到嘅時候，揾到就死喎。唔好咁快嚇大家，我哋用客觀嘅心態去睇件事。嗱，呢個兜翻嚟啦，入翻啟示錄先。好。咁咧，啟示錄有一個好關鍵嘅 point 就係講咩咧？你信唔信得救嘅人係有限數嘅咧？如果你係相信基督教嘅話，哇！如果有得救人有限數，唔理佢好人定係壞人，咁我做乜要信呢個教啫？下一 part 再講。嗱，你頭先你問咗一個咁樣嘅問題，我都知我好放肆啊，俾咗個咁樣嘅答案你。但係點解你會問我咁樣嘅問題嘅？因為咧，呢個問題咧，就係我 Form 2嗰年咧，我哋同啲同學同埋啲 Miss 咧去研究緊一個問題嘅。所以Form 2做埋啲咁嘅嘢，即係你真係無聊嘅啫。其實咁嘅，因為當年咧有好多你知道都係講緊一樣嘢，就係基督教好多教派嘅。唔同教派點樣演繹啟示錄咧，就有唔同嘅 approach 嘅。OK。咁當年咧，我個同學咧就俾一啲基督徒咧，某部分嘅教派咧，就話俾佢聽，其實得救嘅人咧係喺上帝嘅眼中係有定數嘅。佢就根據啟示錄裏邊咧第7章咧，就係話咧到最後咧就有144000人咧有神嘅蓋印，所以佢哋可以得救嘅。OK，佢直情係咁寫。嗱，你聽我講住先，慢慢嚟，你唔好咁激動。咁當時當然，我覺得一個好仁慈嘅人，唔好話係神啦，仁慈嘅人都唔會咁樣用數目嚟限住咯。我覺得佢哋有誤解咯。所以咧，佢就話其實喺啟示錄裏邊講咧，就係以色列裏邊有144000人咧，係企喺上帝嗰邊就得救咗嘅。OK。咁當年咧有一啲嘅教派就會演繹成乜嘢咧？就係話其實得救嘅人只有呢個數目嘅啫。咁點解其他人得救咧？就算可能做基督徒都好，因為佢哋嘅生命唔好啊，所以最終都得救唔到。OK， 嗱，你 hold 住先，我知你想噴嘅啦。咁當年咧就係我同個同學啦，同埋一個信天主教嘅 Miss 咧，就討論緊呢個問題嘅。咁啊，當然個 Miss 就唔認同啦，即係話喂唔會嘅，即係佢話俾我哋聽，上帝角度係冇呢樣嘢嘅，冇數目可言嘅，得救有幾多就有幾多噶啦。OK。咁但係當然啦，佢話冇數目可言，得救有幾多就有幾多，會唔會前後有矛盾咧？咁講唔係，即係話你如果係相信上帝嘅咧，你都會得救噶啦，咁嘅意思。OK。但係當然，你慢慢論清楚，如果啟示錄講呢段嘢啦，其實佢就係講咧喺以色列唔同嘅支派裏邊儲埋嗰12個支派，裏邊咧大概就有144000人咧就會經歷咗一個過程，就會同神走埋一齊。但係佢後邊咧仲有一段仔嘅。佢話咧之後咧佢就見到一大班人，係數目係冇人能夠數出嚟嘅。係有嚟自唔同嘅國家啦、唔同民族啦、唔同嘅方言咧，都係會企喺即係個寶座同埋個羊嘅前邊。即係話咩咧？如果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其實係冇數目嘅。但係當然咧，我都話啦，所有嘅聖經都有爭拗嘅。所以有啲人就相信係有數目，有啲人相信係冇數目。但係咧嗱，根據你而家講嘅呢一段同呢一段咧，其實我覺得個意義就幾含糊下㗎。因為第一段咧，佢講咗一個數目出嚟，俾咗你一個
印象。係跟住第二段佢只係講咗有一堆人喺前面敬拜，係但係冇講過呢班人敬拜嘅細則，譬如佢虔唔虔誠啊，定係為咗乜嘢原因？點解呢14萬人裏邊又冇包括呢堆人咧？冇錯。點解佢要分拆開兩邊咧？咁當然啦，所以我想講俾大家聽咧，其實呢一段文即都係講緊嗰樣嘢啦。2000年都拗唔完嘅嘢，我哋點會拗得完啦？啱啊啱啊！但係我想 pinpoint 呢一個 point 係點解咧？大家有冇睇一套科幻電視劇咧？就叫做4400。有啊，不過我次次都冇心機睇嘅，睇到一半就熄機。我覺得佢 Season 1好啲咯，Season 2嗰啲開始垃圾㗎啦，我覺得。OK，咁佢哋嘅目的就係講緊話有班外星人啦，捉咗一班人啦，4400個啦，後來就一個隕石咁嘅形式掉翻落嚟地球啦。點解會用4400呢個數咧？其實都係投射喺呢一段嘅啟示錄一個暗示嚟嘅。佢唔用144000，即係144000 cut 咗即係前邊 cut 咗一字 cut 咗個零字，就變咗4400啦。其實係一個暗示咩咧？即係暗示其實佢哋呢套戲嘅潛台詞，都係講緊呢班人究竟係咪俾人捉咗去外星之後抌翻落嚟咧，所以我想講有啲人唔明噶嘛，點解4400咧，唔3300咧，唔6600咧？係源於啟示錄嘅。其實咧就我想補充翻一句咧，可能啊，如果以我另外一個角度望咧，點解佢講嚟講去都話144000？唔係佢有個定數先，係因為佢知道最後只係有咁多人係合乎條件佢去拯救咯。即係用個角度應該 twist 翻轉頭，唔係數字限死，而係因為最後個 result 係咁樣咯。如果係嘅話，人類原來得救嘅人得咁少，咁亦都有睇下佢要求嘅條件㗎。有冇查？即係譬如佢要求嘅條件係一定要合乎呢一種嘅，咁其他唔合乎嘅，咁咪冇得入選咯。啱嘅，不過冇得拗㗎啦。我冇得拗，我哋講完。跳去邊咧？跳去咧嗱。其實有一個問題咧，我想問嘅，不過咧，我驚一問完就有排搞。有得嘢。你問咧？我想問咧，其實到最後一個章節咧，我反而最有興趣就頭一個章節，同埋最後嗰個章節講咗啲乜嘢？你想知最後個章節啊？係啊，嗱，我哋頭先一直都講到中間，我哋仲未熬到一半就個艇只係爬咗1/3位。最簡單，最後個章節最簡單咪結局係神話故事咁，撒旦出嚟擾亂人間，即係俾人捉咗，抌咗落去個無底濕潭，之後出翻嚟又擾亂人哋，又抌翻落去第二次嘅死亡。抌邊個啊？抌人啊？抌咗啲撒旦嘅魔鬼。咁最後尾咧，當然就係講緊人類得勝啦，上帝得勝啦。咁之後咧個結局咧就係一個新天新地啦，即係等於你上咗天堂啦，新耶路撒冷啦，等等嘅嘢。即係你其實少少似神話故事多啲嘅。即係其實佢有冇提過 Judgment Day 咧？有，當然佢講緊就係啲人。即係死咗之後，咁上帝就會有個所謂嘅名冊啦。係啊，你名冊裏邊冇名嘅人就拜拜。係冇得翻嚟啦。拜拜，落去無底深潭。Out 係啦。咁但係當然贏嘅就會喺前面啦。但係最啱尾都係講緊一個所謂嘅上帝天堂嘅結局。但係咧，我覺得最中意咧，其實就係啟示錄最啱尾嗰章最啱尾嗰節咧，佢講乜嘢咧？嗱，我話俾你聽，如果咧22章咁樣，第22章最後嗰一節，你可以咁講啦。第22章18節，我係最中意嘅。我話咧，當時咧，約翰咧就寫完呢本書埋尾啦嚇，佢就咁講嘅。我警告所有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人，話如果有人在這些預言上添加什麼，神必把寫在這書上的災害加在他身上。如果有人從這書上的預言刪減什麼，神必從這書上所記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份。你知唔知呢一句咧，係正正諷刺緊就係呢2000年嚟咧，究竟啟示錄裏邊有幾多嘢手抄本，有俾幾多嘢俾人改動過，而佢究竟睇唔睇得明呢個第18節？係約翰警告佢唔好加嘢，但係唔好減嘢。好明顯係有啲翻譯本一路被翻譯，一路犯緊一個錯誤咯。嗱，我當佢翻譯，我就當佢唔小心啦。係啊，係犯錯誤都可以係唔小心嘅。冇錯，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有啲人係特登係喺啟示錄，我哋講過呢啲 case 好多啦，加啲嘢，或者減啲嘢，咁佢代表咩咧？咁即係話會唔會佢即係其實去到一個point 就係，我始終覺得有時咧經人為嘅嘢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同事實係有唔同嘅，又要學你打官腔先啦。同事實可能會有啲唔同嘅。不如咁咧，我
我又嗱，其實結局冇乜嘢嘅。其實大家結局咧就如果真係根據啟示錄結局咧，咪末日咯、災難咯，之後有好多個災害咯，之後最後尾就係上帝揀啲人出嚟，就係得救同唔得救咯。其實揀人得救唔得救已經係一個即係神學界爭論得不得了嘅地方嚟㗎啦。因為咧有好多個版本就話咩咧？有啲個版本就係話，如果信咗神嘅人，佢都要經歷呢啲災害，最拉尾神先接走你嘅。有一個版本啊。睇你點演繹啊！有個版本就係話咧，如果你信上帝嘅，喺大災難之前，佢就接走咗你先，你唔使 suffer。第三個版本係更加叻嘅，就係話咩咧？大災難嚟之前，拎走一部分，即係等受災嗰班人咧去悔改信神，之後再接走你。唔肯悔改嗰啲死咁樣嘅。OK， 所以咧喺寫得咁多嘅經卷裏邊咧，其實每一個神學嘅演繹咧，都有得爭拗，而每一派都有人信，所以冇得真相係冇得完美嘅 ，OK。但係咧根本冇人知真相，冇人知真相 ，exactly。但係當中有好多嘅頭先我咪都係講緊隱喻嘅嚇。係。上次我記得我講緊大淫婦嘅時候，你就不滿啦。係啊，會不滿㗎，因為點解我唔明點解佢用咩嘢嘅嚟定咧？望一個人嗰1秒鐘就可以判定佢係一個大淫婦咯，咁樣好主觀㗎嘛。你知唔知咧？大淫婦咧喺80年代開始咧，好流行㗎。唔係好流行，係當時有好多嘅學者咧，佢哋懷疑大淫婦係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係，下一 part 再講。好。嗱，頭先你講到咧，原來聖經裏邊描述嗰個大淫婦，其實係隱喻緊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城市啊。唔係，我覺得係當時80年代有好多個神學家，或者係一啲仲要係。你覺得咧？聽埋講先，仲要係好多歐洲派嘅神學家，佢哋咁演繹嘅。你係要推來嚟咁，你覺得咧？我唔講到 comment，OK。咁。歐洲派嘅神學家咧，當時因為你知道頭先上集都講過啦，其實唔同嘅地區嘅神學家都係互相指責㗎啦。OK，咁歐洲派嘅神學家咧就話呢個大淫婦，因為佢形容到咧，因為喺啟示錄裏面形容大淫婦咧，就係中意穿金戴銀啊，中意飲酒食醉啊。咁只不過係唔係隱喻嚟嘅，即係話佢係好崇尚物質世界，好崇尚商業架構、買賣、鼓勵呢啲嘢。OK， 所以但咁樣嘅字同大淫婦係根本係唔拉更㗎噃。你要記住咧，舊約時期或者新約初期，古代嘅人類咧，覺得一啲女士係大花童啊、食嘢、亂買嘢、亂着衫啊、亂金色帶啊，嗰啲都係已經係叫做淫婦㗎啦。咁唔係啦，你睇翻古羅馬嘅時候咧，嗰啲人嘅衣着啊，但係佢哋嘅生活態度啊，已經係非常之奢華。所以喺猶太人嘅眼中，羅馬人咪淫婦咯。所有都係男人都係淫婦。好，繼續。冇嘢講。羅馬帝國係淫婦。咁所以咧，當時有好多歐洲嘅神學家咧，喺70、80年代開始咧，佢見到一個現象，就係佢認同，佢哋認同啊。紐約作為美國嘅最重要嘅金融體系中心，世界最重要嘅金融體系中心，佢哋就認定紐約就是大淫婦。而仲有啲更加誇張嘅演繹就係咧，佢哋認為整個美國就是大淫婦。OK， 當然呢番傳言或者呢番嘅結論傳咗去美國嘅時候咧，美國嗰班神學者就當然咁講啦，就話歐盟就是大淫婦，教廷就是大淫婦，咁都得。所以其實啟示錄嘅競猜遊係好好玩嘅。你猜邊段咧？咁當然互相指責啦。佢當然互相有自己嘅立場啦。我就覺得咧，如果話講到咧，佢哋呢種腐朽咧，就唔係淨係講緊歐盟。但當然啦，相比之下，我覺得 New York 嘅情況係比較嚴重啲啦。咁但係如果話一定要指嘅，唔係一定喺歐洲地方㗎，亞洲都可能有啲類似嘅地方㗎。你講起呢一個 point 咧，我同你講一樣嘢，岔開少少啊嚇。就係你知唔知其實整個嘅聖經體系啦，即係應該話聖經信仰啦，包括啟示錄啦嚇。其實佢哋包含嘅意識形態同埋個末日期間咧，其實所描述嘅咧，其實係非歐咗亞洲嘅。但係你頭先有講，唔係你上一集有講。穿煲啦我，知道我哋一日錄2集喎。係啊，我哋上一集有講過咧，話其實其中一條龍咧，頭先我哋大家 rewind 翻聽翻就知，其中一條龍係代表咗中國嘅復興。呢個係其中一派嘅人係咁諗。係 OK，
當然亦都另一派人係點諗咧，就認為嗰條紅龍咧係代表蘇聯嘅啫。所以睇你點演繹。但係其實咧講落都好嘅，如果非歐咗亞洲區咧，即係依家係佢哋嗰邊發生咗問題，唔關我哋事。所以你知唔知點解有好多而家嘅聖經人士演繹而家嘅美國政府？點解？例如 for example，如果你覺得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點解你咁激動要去轟炸佢？而再同人講話伊朗你一定唔可以發展核武，咁激動去同佢又炸佢，又話要呢樣又恐嚇，多藉口。因為你記住伊朗同呢個伊拉克嘅以前咧，就等於等於聖經裏邊記載嘅巴比倫、波斯、亞述嗰地方嘅語言嘅地方嚟嘅。OK， 而點解我想講嘅 compare 就話點解當北韓佢一路話俾人聽，我已經有核武器或者我要發展核武器等等嘅嘢，點解布殊就會反而話不如坐低傾啦，六方會談啦？點係因為咩咧？係因為北韓啦係冇聖經嘅啟示錄裏面有出現到啊嘛，所以應該係撇除咗個危險性。飲啖茶啊！好。咁啊，見到啲藍色嘢可能會透明咗。係喎，係繼續。咁所以咧，當然都係講緊嗰樣嘢啦，就係話究竟而家點樣演繹嘅啫。所以如果有啲，當然有啲人都認同嘅，就係可能應該成個世界都包住嘅，即係無論上帝嗰個啟示錄裏邊都係應該成個世界嘅運作嚟㗎啦。係。但係有啲人都係始終唔相信呢一套嘅。咁嗱，頭先講到有啲人認為大淫婦係美國或者係紐約啦。係。亦都有另一派嘅人士咧，就形容咧喺啟示錄裏邊有一個好重要嘅章節，係就係講一個大嘅巴比倫。甚至有啲章節叫做奧秘的巴比倫，新譯本同和合本都叫做奧秘的巴比倫。OK，啲人都係演繹咩咧？就係話呢個就多數人認同嘅。佢話呢個巴比倫就是美國，因為佢章節裏邊都形容就係因為曾經巴比倫係喺中東地區最繁盛嘅國家啦，商業價值好重啦，亦都係重視買賣啦、經濟啦等等嘢，就似而家嘅美國嘅。咁啲人甚至就亦都係偏 point 啦，就係話巴比倫古代嘅巴比倫。就等於現代嘅紐約市，佢會唔會係即係意指呢一堆人已經移咗地方去咗美國嗰度？唔係，即係佢係隱喻，即係話我2000年前嘅約翰係去試巴比倫睇個故事嘅時候咧，2000年後邊個城市係最似古代嘅巴比倫咧？就似係紐約啦，即係咁嘅意思，即係套入嘅概念。你覺得咧？嗱，我以前又唔信嘅，坦白講，係我以前覺得。你 New York 就 New York 啦，關巴比倫咩事啫？我以前咁諗㗎，所以呢幾年我有諗，我嘅立場轉變嘅。係，所以又多咗幾條白頭髮，諗好多嘢。冇錯。2001年之後咧，我有少少諗法係改變咗。我開始就諗，會唔會大巴比倫或者奧秘巴比倫就係 New York 咧？因為咧有咩支持你嘅講法？我唔係支持啦，我支持你嘅諗法。係啦，因為當中啟示錄咧第18章咧。有一段就係講咩咧？大巴比倫傾倒嗱，你唔好講咩事先啊！第一段我讀下出嚟先咧，俾大家聽下似唔似咧？佢話這些事以後，佢話咧，我看見有另一位掌大權的天使從天上降下來，他的榮光照亮整片大地。即係他用強而有力的聲音呼喊，傾倒了，大巴比倫傾倒了。咁啊形容咧，即係下邊嗰啲嘢就形容嗰啲商家啊，點樣同啲君王啊、奢華啊、荒唐啊，就係等等嘅。OK。咁啊突然間咧一路形容到落去啦，就開始咧就係即係我覺得咧嗰個你要感覺就係話，如果佢真係當年2000年前望到一個景象，佢要寫出嚟咧，其實好難嘅。OK。好努力㗎啦，好努力嘅，即係突然間咧就寫到，因此在一日之內，他的災難必然來到。OK，就是死亡、哀哭、悲哀和饑荒。他還要在火中被燒掉。因為審判他的主神是大有能力的。OK，咁嗱，你睇到呢度嘅時候咧，我會聯想到咧911事件。OK，即係會繼續寫喎。個地上的眾王就是跟他一同行邪淫，你記住行邪淫係未必行邪淫㗎，記住。而家嘅邪淫同佢嘅邪淫可能係唔同嘅，係即係等於你解釋咗俾我聽，原來佢哋覺得咁樣叫大淫婦，我已經覺得唔得㗎嘅。舊時嘅大邪淫咧，可能你係荒唐商貿往來，物質主義都係大邪淫㗎啦。OK，係啦。咁即係話叫
似無道的看見係啊，驕奢無道的看見焚燒他的煙的時候，就必為他痛哭捶胸。即係咧，嗰啲人見到嗰啲煙喺度飛嘅時候咧，大家就好傷心啦。我真係覺得好似911㗎，講真。OK， 但係以前唔覺㗎。嗰時都未有911，你梗係唔覺啦。係啦，即係一路咧形容就係佢好害怕呢啲情況啦，即係話有禍啦，有禍啦！呢個大城咁堅固嘅大城，一時之間審判嚟啦。我哋下一 part 再講。好。我哋繼續讀落去。好，講嘅就係呢個大巴比倫嘅傾倒，即係頭先就講到啦，即係佢講到呢一段嘅時候咧，其實當所謂嘅傾倒，所謂嗰啲一啲焚燒嘅煙，大家對住佢就好傷心咁樣，就好似我覺得好似911啦嚇，講真。之後咧，佢話咧地上啲商人咧就悲哀痛哭，佢針對係商人啊嚇，因為嗰兩棟係咩嚟嘅？商業大廈。尤其是佢哋最， Office 尤其是嗰兩棟係最重要，成個美國即係大公司全部都喺晒嗰度啦，差唔多。咁之後仲要佢好清楚喺啟示錄裏邊咧 list 出嚟就係咩咧？佢話因為咧再沒有人買他們的貨物，咁你9日之後嗰兩棟大廈所有嗰啲 office 都全部 work 唔到啦嚇。佢話包括咩咧？第一個係金、銀、寶石、珠寶、珍珠、細麻布、紫色布、絲綢、朱紅色布，即係佢好啲其實呢晒嗰啲係一個叫做比喻嘅啫嚇。但係佢係詳細到一路 list 喎，佢話各種香木、各種象牙製品、珍貴嘅木器、銅器、鐵器、大理石製品、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麵粉、麥子、牛、羊、馬、車、奴僕、人口，呢啲代表咩咧？代表嗰啲所謂上市公司賣嗰啲嘢咧，其實等於佢呢度咁重要之後咧，就話俾你聽，喂，呢啲嘢全部都冇晒啦，一路演繹落去就話啲人好傷心，好傷心。咁仲要有一幕咧，佢一路演繹落去就係咩咧？有人喺度講嘢，佢話所有嘅船長、旅客、水手以及凡是靠海謀生的，都遠遠站着，他們看見了焚燒他的煙。似唔似嗰一幕咧？企喺對岸望住嗰兩棟嘢喺度飄煙，飄煙啊，係啦。之後大聲就喊叫說：有哪一座城能與這大城相比咧？咁呢度已經係你好似喺對面岸講嘅嗰度。之後呢一句咧，我就更加覺得似嘅。佢話：他們又把塵土撒在自己頭上，痛哭悲哀，喊着說：一紮嘢。你記唔記得一路咧電視同埋訪問，即係一路逃走嗰陣時咧，一路冧落嚟嗰陣時，咪成個下邊紐約嗰啲街道啲人咪全面都係沙塵灰嘅。係啊，因為嗰次係即係撥起咗好多沙塵㗎。你知冧樓咁大件事燒緊嘅。咁一路你個鏡頭咧，就所有街啲人咧都一路傷心，一路喊，一路喺度大嗌，就全成塊面灰㗎嘛。嘅。好多人咧，你望落去咧，就見到一個個灰人喺度嚇。咁你明唔明啊？你以前如果冇呢件事發生咧，你係唔會明白點解佢哋要將呢啲塵撒喺自己嘅頭上之後痛哭咧。咁但係呢一幕咧，我就覺得真係相當似911嘅。咁但係當然啦嚇，有啲人都未必會認同嘅嚇，但係我覺得似啫。似其實似我哋唔係話一定係嘅似啫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係咁咧，即係話原來大巴比倫或者所謂嘅奧秘巴比倫 ，OK，就原來係講緊 New York。咁同埋即係咩？就係咪即係話原來而家啟示錄去到911嗰一日，2001年就去到呢個啟示錄嘅第18章咧？即係冇人知㗎嘛。但係咁，我仲有個疑問喎。雖然佢係有成22個章節啦，但係佢未必一定係每一個章節係順住時間去個噃。如果以啟示錄嘅角度咧，就應該係順住落。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如果呢一個位去到呢一橛咧，嚟緊嗰啲應該係將來嘅事㗎啦。冇錯。OK。咁但係咁，我有時覺得咧，我都驚㗎。你明唔明啊？就係話，喂死啦！如果你講緊911事件，因為我覺得真係幾似嘅。但係咁喎，點解我會反駁你咧？因為而家講緊第18章節啦，大巴比倫。但係頭先我哋講緊咧嗰隻陸上嚟同埋海上嚟嘅怪獸咧，喺第12、13章節啊，
喺第13定第13章，係啊，第13章嘅海上，第12章就係陸上嘛，係咪啊？冇錯。咁你變咗13都係陸上同海上都係嗰隻出咗嚟。咁但係咧，因為咧我哋講緊頭先我哋發生緊嘅歐盟嘅上一集講嘅歐盟事件都食啦，係咁咧就係講緊啱今年先發生㗎嘛。咁但係我哋講緊嘅911事件咧，講緊係寫3-4年之前發生嘅事啦嘛，所以我咪覺得好似跳嚟跳去咯。係，所以咧而家個問題就係玩緊一個遊戲就係咩咧？大家希望揾到一個共識咧，就係越前越好。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話，最好而家嚟到13章咋，千祈唔好18啦嚇。你明唔明嗰個角色喺邊度？哇！如果係咁樣，即係話仲有啲大件事嘅喺將來發生，係類似911，咁我咪仲驚。飲啖茶。頭先你呢個恐懼係啱嘅，係因為點解咧？我呢2集 skip 咗好多嘢噶嘛 ，OK？其實你認啊你？其實當中咧 skip 咗一個咧第16章咧最重要嘅一幕嘅，嗰一幕就係咩咧？如果末日嘅時期真係去到嗰個位置咧，嗰一幕就係咩咧？就係上帝咧就叫做喺呢啟示錄裏邊形容為上帝憤怒嘅7個碗。我唔想笑啦，不過我時覺得當事人點解用7個碗去形容？但係佢係形象化嘅，佢即係話咧攞住一個碗就係憤怒個碗啦。好笑先，嗱唔關我事。我唔想笑啊！你仲喺度猛講，咁我不如攞住支筆係啲憤怒嘅，幫我攞住塊鏡有憤怒的。你聽我講明，你聽我講埋先，因為佢有意象嘅。會唔會係其實飛碟所以似碗啊？唔係，佢有意象嘅。個意象就係咩咧？佢第一個碗倒落個地球度，佢就即係第一個災難。第二個碗倒落地球，第二個災難。其實咧總共咧就掉咗7個碗。即係7個落災難嚟嘅 ，OK。即係雖然好笑，不過好正經咁問，發唔發覺今次成日都好中意揾個7字嚟玩啊？唔係啊，呢個又唔係喎 ，OK。我又要解釋清楚喎，因為喺成個猶太教去到新約，去到舊約，去到成個中東文化咧，其實不嬲咧7呢個字咧係代表 lucky number 嘅，亦都代表上帝嘅。咁呢個係佢哋不嬲要用嘅一個概念嚟嘅。即係好多7燈台、7號角、777咩乜7，係經常用呢個字，係因為佢哋係呢個佢哋覺得係 lucky 或者等同上帝概念嘅一個 number。咁啊，咁我就有疑問啦，會唔會係佢哋主觀地講個7字啊？因為當你講到話7係代表一個幸運嘅 number 嘅時候，咁如果當時或者我1秒鐘我數唔到，望落去大概係6至8個，我就揾咗個7字。不過咁，例如佢約翰記錄嘅時候咧，例如7個盛怒嘅碗啦嚇，倒落去嘅時候，你唔答我問題先，繼續。你聽我講啦，即係話倒落去嘅時候，佢當然係每一個碗倒落去，佢就記載咗發生乜事啊嘛。咁所以記咗7件大事就係咩咧？就係7個災害。OK，但我睇落咧，我又唔即係嗱，其實呢個7個災害咧，亦都係有唔同嘅演繹版本嘅。有啲人話已經發生咗㗎。發生咗喺邊度咧？發生咗喺第1次世界大戰同埋第2次世界大戰。OK， 但係有啲人就話未發生，因為當年嘅大仗，當年嘅大戰咧係未去到咁嚴重。讀少少俾大家聽啦。係咩咧？第一個天使倒落去，佢話咧，之後呢啲人咧就生咗啲毒瘡。之後咧生喺邊啲人咧就係有獸同埋拜獸嘅人嘅身上邊。嚇！有獸同埋有未啊？即係話如果你拜嗰隻獸同埋係敬拜嗰隻獸嘅人咧，就會生毒瘡。OK。第二就係咩咧？第二個碗掉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形象係其實幾好笑嘅。咁雖然係悲劇嘅事，個海水咧就好似死咗人嘅血咁樣，但係海裏邊嘅一切生物都死咗，咁就好似未發生啦。嗱，我哋唔知點演繹啦。咦？唔係喎，嗱。講第二個啊，其實第二個早好多年咧，我唔知你仲有冇記憶，有一個紅潮事件啊。記得。紅潮事件咧，喺香港都好似有發生到，一嚟到呢度，咁佢有紅潮嚟到嘅時候咧，嗰個有紅潮出現嘅地方咧，啲生物係會死嘅，而望落去真係好似血咁樣嘅喎。但係佢而家講到就係所有海裏邊嘅生物都死晒喎。嗱，所以演繹唔同啦嚇。第三個碗抌落去嘅時候咧，佢話江河同埋眾水嘅源頭咧都變咗血。咁當然呢個咧就似咩？似啲源頭乾旱。咁而家都發生緊啦。第4個災害係咩咧？太陽就開始嘅能力咧，可以用火去燒烤人咁熱啦。OK， 人係被高熱燒烤，幾似而家㗎。就褻瀆那些有權係啊有權柄掌管這些災害神嘅名咧，就並不悔改。你睇下有啲國家係死都唔肯加入溫室效應嘅控制啦嚇。即係其他就好多，包括話
有啲受過嘅黑暗咗啦，人要痛苦到咬自己啦，等等等等。第6咧就話幼發拉底河直情乾咗啦。點解要用幼發拉底河？係因為佢哋當時講緊中東嘅概念啦嚇。咁即係佢係好多假先知啦、青蛙啦同埋獸啦就走出嚟啦。咁有好多魔鬼嘅靈啦，等呢度咁樣。OK。咁之後咧，其實咧呢個7個災害之後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事發生嘅。而呢個事咧，其實大家都驚緊上年發生咗。咁就即係究竟係咪真咧？咁我哋就下一 part 再講。好。好啦，嚟到呢度你要話俾我哋聽頭先嗰個 point 啊。因為點解咧？嗱，頭先我講緊呢個7個災啦。係。有啲學者、有啲神學家就認為佢未發生啦。係。有啲就覺得發生咗啦。係。你覺得發生咗未啊？我未知啊，你淨係話有個 point 可能舊年發生。即係例如頭先1、2、3、4、5、6，你覺得係咪係？即係有啲就似嘅，有啲似嘅。譬如頭先我講嗰個類似紅潮嗰個，我覺得已經即係已經係好近似㗎啦。嗱，但係如果呢個係發生咗咧，咁就有機會真係可能講緊18章嘅紐約即係九一事件，可能就真係嗰個第18章嘅巴比倫傾到啦。啱啊，但係我又同你反駁翻第13章嗰時候咧，係今年先發生嘅事。冇錯啦，所以我覺得係跳嚟跳去咯。我又覺得唔係跳嚟跳去嘅，可能因為如果我哋真係覺得13章係而家歐盟嗰件事嘅話，咁即係16章嗰個災害未嚟喎。OK， 但 OK 唔理啦。好，而家係針對咩咧？就係上年咧嘅暑假咧就發生一件事。係。就記唔記得無端端上年咧以色列咧同埋敍利亞咧我有冇記錯係敍利亞、黎巴嫩、黎巴嫩同埋呢個以色列咧，噏錯咗隔離個國家添。黎巴嫩佢哋聽唔到，佢唔識聽中文。係黎巴嫩同埋呢個以色列咧，突然間就因為所謂嘅黎巴嫩內部嘅一個問題咧，就引申到黎巴嫩南面嘅真主黨同埋以色列之間咧，就有一個所謂嘅戰事嘅。呢個戰事咧，佢又唔係好大 ，OK， 好都相對嚟講係細嘅戰事嚟嘅 ，OK。但係大家有即係射迫擊炮啊、射火箭啊，互相射死邊境好多人嘅 ，OK。即係都有發生過小衝突啦。啊，小衝突。當時其實咧，如果香港嚟講咧，其實當係一個小新聞去報嘅啫，因為係一個小規模嘅衝突。因為實在太多嘢更加嚴重啊嘛。可能係。係啊。但喺美國咧係好大件事嘅，尤其是佢哋好多宗教人士嘅背景嘅電視台啦嚇。因為佢哋覺得一樣嘢。佢哋因為你知唔知所有研究啟示錄末日嗰個所有嘅研究人員咧，都係等緊一日嘅啫，就係等呢日啦。都可以咁講，就係等緊一日。會唔會殘忍啲啊？咁樣講？唔係，佢哋想知道究竟嗰個末日嚟未啊嘛 ？OK， 就等一日就點解咧？因為成個啟示錄裏邊咧，就喺呢個災難嘅第6個災難之後，未去第7個災難之前咧，就發生一個咧所謂嘅大嘅戰爭嘅。OK。嗰個戰爭咧，係喺啟示錄裏邊講到明嗰個事發地點咧，就喺希伯來話裏邊就叫做哈馬基頓。咁哈馬基頓咧，中文譯做咧哈米吉多頓啦嚇。OK，呢個哈馬基頓咧，就係啱啱上年暑假嘅時候咧，佢哋互相攻擊嘅時候咧，就啱啱啲火箭啊、其他嘢咧就落咗喺呢個哈馬基頓嘅大平原嘅。咁以前咧就覺得哈馬基頓係一個不可能發生戰役嘅地區嚟嘅，因為冇乜價值嘅，或者冇乜衝突會喺嗰個地方發生嘅。咁咧，即係等於你喺香港會唔會打仗打到嚟？我到呢即係我哋冇咁樣諗過咁樣。係啦，類似啦。咁點知就喺嗰個地方發生呢個咁嘅戰役啦。其實當時咧喺中東同埋好多歐美咧都喺度諗緊就話呢場會唔會就係所謂嘅啟示錄裏邊嘅哈馬基頓嘅大戰爭，之後引發落去之後第7個災難咧？咁嗱，當時咁嘅，打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當時聯合國同埋好多歐美國家咧，就已經開始想 stop 呢場戰爭嘅啦，即係覺得喂 stop 咁樣 ，OK。咁但當然啦，最終就係個結局就係佢係 stop 咗。但係佢亦都派咗好多聯合國駐人員咧，就去到兩邊嘅邊境裏邊咧就駐守。OK。而嗰場戰爭包括死咗一啲咩人就係我哋中國嘅駐聯合國人士都係個死咗噶嘛。OK。咁個問題就係咁啦。咁你駐聯合國嘅人員去到咧？佢呢度都講咗一樣嘢㗎，佢話咧呢場戰爭咧，佢話咧嗱呢個譯本咧其實都有幾個版本㗎 ，OK， 我哋就以呢個新譯本講先啦 ，OK， 好，佢一個烏靈咧就會把眾王聚集在呢個地方，呢個地方就係哈馬基頓啦 ，OK， 咁如果你演繹聯合國係代表眾王嘅話咧，咁聯合國駐守喺哈馬基頓，咁係咪即係預言嘅一部分咧？咁啖茶啦，好。咁我就講啦，
係咪真係咁老嘢㗎？你啲動作，我就想講就係咪咁邪釘？第一發生咗一個戰爭喺哈馬基頓，係之後最終竟然嘅迷離嘅地方就係原本因為有人想 stop 呢個戰爭，聯合國係之後就駐守聯合國入嚟嘅時候，嗰個背後嘅演繹就係因為佢係代表眾王嘅，咁係咪眾王聚集咗喺哈馬基頓？係咪等於你演繹咗啟示錄呢一段咧？咁啲人就開始驚啦，即係究竟呢個係咪就係預言中嘅哈馬基頓戰爭咧？咁如果我哋分兩 part 啊，第一 part 如果當係，咁即係話嚟緊就係第7個災難㗎咯喎。第7個災難係咩嘢？第7個災難就係因為咁講係咪你頭先揾咗好耐嗰段啊？唔係，佢咁講啦，有地震啦嚇。係。佢話到時咧會發生從來冇試過咁大嘅地震啦嚇。啲大嘅城市會分裂咗3段啦，咁講啦嚇。呢個似洛杉磯多啲啦 ，OK。嚇。佢話咧，唔係你話大地震嘅時候，我諗起海嘯嘅，不過不過有水喺度又唔同。但係咁喎 ，OK。大地震完咗之後咧，各個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有大嘅冰雹喺天上降下來。佢話每一塊嘅冰雹有40公斤，又好似未見到喎。嗱，個問題就係咁啦，即係話如果我哋喺未來呢段時間有一啲40公斤一塊塊嘅冰雹跌落嚟，咁係咪等於呢個第7災難咧？如果真係有40公斤嘅冰雹跌落嚟，好多人都出唔到街㗎啦。或者唔係跌我哋咧，唔係跌喺香港咧，係跌喺中東咧。係喎，唔包括亞洲區喎。我哋唔包括亞洲區㗎嘛。我哋好抵得諗㗎嘛。咁但係如果第二個版本就係，佢唔係嘅。OK，根本嗰個所謂哈馬基頓嘅戰爭未嚟嘅。咁即係話有可能咧，咁係咪巴比倫傾到都未嚟？咁即係我哋以為我哋覺得係嘅911都係未嚟，即係可能到頭嚟，可能如果講緊07年關於歐盟嘅預言，先係正確。咁即係如果先行到13章喎，咁仲有成9章要行喎。定係咁咧？定係我更加覺得會唔會係仲係之前連號角都未吹咧？會唔會封印都未嚟咧？會唔會其實約翰寫到信完咗之後？其實到而家呢一刻都未到第一個 point 開始預言咧。嗱，如果咧我哋又當發一封下，我哋又發一封。如果係嘅話，我哋先睇翻得1、2、3、4章有乜嘢似係發生咗。如果有1、2、3、4章都見到有嘢似係發生咗，咁即係話已經開始咗咯。即係有啲人咁講啦，有啲人就認，即係都係嗰句啦。有唔同嘅派別都認為。有啲人都相信可能已經去到第18章㗎啦。咁但係你要合乎情理㗎嘛？如果你話去到18章，佢之前已經預言咗咁多嘢，你冇理由一樣嘢都 fit 唔到落去㗎嘛？因為有一部分嘅學者啦，就將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嘅嘢咧，就套入咗之前嗰10幾章。咁但係都要吻合先得㗎。所以睇你點演繹咯。咁如果係咁樣㗎，我一樣可以講到一啲災難性嘅嘢，其實可能係一啲好小規模嘢，因為你要講到主觀演繹啊嘛。但係所有嘢都係主觀演繹㗎啦。我都明。所以咧，嗱啟示錄咧，咁即係可大可小嘅啫。可大可小，或者應該咁講，你如果真係要預言，相信啟示錄幾時有末日咧？其實拗成世都拗唔完。係啊，因為最終嘅結局咧就係話，除非我哋目擊一個好大嘅場面，就係一個毀滅性嘅場面，之後就去到一個所謂一個大嘅爭戰，之後最拉尾咧就係去到一個審判啦。但係去到嗰邊我都會唔信咯。因為調翻轉咧，我有幾個 point 去 support 去支持我點解唔信。第一，我覺得時間性嘅嘢跳嚟跳去，如果即係你覺得係跳嚟跳去。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佢要吻合，即係講到係吻合嘅話，我又覺得好多章節唔吻合咯。咁就算我俾個位佢落台，我俾佢跳嚟跳去，咁你都要吻合咗咁多樣嘢先出現到噶嘛。好啦，我俾你跳翻去啟示創世記。我知，我以為你話俾我睇晒2個版本，自己參詳一下。創世記，我哋由創世記不如開始再講啦。所以咧，不如我哋呢集完咗佢啦。下集見，拜拜。